根据这教育部的统计，逐工呢是有153万的学生来食学校的营养午餐。也毋过，其实各县市对这灶卡人员的编制、饭钱，甚至是补助款是拢无啥共款的。这条约立委就认为讲，应该就爱来设专法。这个会期起码已经有23个版本的草案，也让这行政院的版本煞因为在违法的限制，到今又未摕出来。 学校中岛长的钱是家长纳，也是地方政府专业补贴。伫咧台湾是两种制度拢有。若发生食安事件的时阵，敢要禁用实在嘛是交各地方决定。条约立委认为，就要设立专法来统一管理学校营养午餐的相关规范。是存在少部分的食材安全、营养不均、餐费落差的情况，也因此严重影响学生跟校园饮食的基本权益。 条约立委提出23个版本的草案，针对实施的对象、中央甲地方的权责、相关人员的分工甲配置，也有营养教育等方面来规划。加入了在偏乡地区，政府要积极的推动学校饮食的相关补助之外，也应该将偏乡的居民纳入到这个服务的范围。教育部表示。 2019年已经研议高中以下学校午餐甲饮食教育条例草案，经过遮尔侪年的讨论，专法是适用12年国教的学生，无包括幼儿园。若去年11月20是已经甲教育部的版本送行政院，毋过12月20因为在违法的修正，相关的补助就要回归地方负担，增加费用嘛要搁调测。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们，这么样一步可能可以推行的部分，我们要等到释宪完之后，才要重新来看看这里嘛。增加的费用跟现在负担的费用都必须重新厘清嘛。国民党立委无法度接受教育部以在违法修正做理由，批评讲这学校午餐的立法就是一直拢无进度。对立委一直问讲，当时会当有行政院的版本，教育部敢若会当强调，事权的分配就要搁一项一项来厘清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